絕非意外。我心裡有數，那堂妹突然上門，只怕就是好心來報信的。難道還是韋后？是她，也可能是別人。這可怎麼是好？原以為一切都可以結束了，可現今……我只好盼着，趕快到武關。到了那兒就有着落了。黃公子，少司命庇佑，月儿和我们能平安到武關城。公主，此处已是楚秦交界，末将只能护送公主至此。请公主擅自珍重，一路安泰。也算是聊作安慰。是啊，谁是家乡好，月是故乡美。
主，公主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样？停车！停车！公主，太庙已定下吉时，咱们行程紧迫。末将知道，公主身子娇贵，可公主每日迟出早歇，走走停停，中间又是种种事故，照这个速度行进，怕是会延误婚期的。公主尊贵之躯，难以承受车马颠簸之苦，自然要多加休息。将军既奉秦王之令，遵令行保护之责即可，并非押送犯人。何时行，何时止，当由公主做主。及期如何，与你何干？放肆！你只不过是小小奴婢，竟敢对本将军无礼！不错，我是奴婢，但我是楚国公主的奴婢，不是将军的奴婢。既入秦界，要遵秦法，耽誤了规定的行程，无论奴婢贵人，一律责罚不贷。将军息怒。秦王以礼聘楚，楚国以礼送嫁，将军身为秦臣，该以礼护送。公主病倒，将军和属下必然滞留。将军若是能让公主歇息一个时辰，公主身体略好些，也可让车马加速行程。1个时辰？不行，只能歇半个时辰。谢将军。姐姐，喝口水吧。这水是必须喝的。荒原之中，水是救命的神仙。不，我怕喝下去，一会儿又吐出来。与其如此，不如不喝。